下調港股嘅評級，理由之一係憂慮佔中運動。瑞信就認為政治運動短期未會帶嚟直接嘅衝擊，但就關注會唔會影響中央對香港嘅政策。匯豐發表最新季度環球股市研究報告，將整體新興市場嘅評級由原本嘅中性調升到增持，中國亦都維持增持評級，但係對香港股市嘅評級就由原本嘅中性調低到減持。匯豐認為香港持續有負面消息傳出，其中憂慮佔中運動可能會影響香港同內地嘅關係，不利經濟表現。但係同時就將恒指喺年底前嘅目標價定喺25,000點水平，潛在升幅仲有6%。瑞信同樣估計恒指第三季將會出現反彈，未來12個月可望升至26,000水平。相信香港金融機構同監管者做足準備應對佔中，唔會引嚟市場大幅波動。不過就認為外資更加關注嘅係政治抗爭運動會唔會令中央改變對香港嘅中長期政策。即使咧就係話有一啲政治抗爭嘅一啲行動，但係其實應該咧對於個金融系統嘅運作係唔會帶嚟一啲直接嘅衝擊嘅，除非咧就係話一啲政治嘅爭議係導致到就係香港嘅長期經濟展望，或者係咧香港嘅政策係出現一啲根本嘅轉變。就係包括就係中央對香港嘅政策，同埋究竟香港嘅司法獨立係咪能夠係有效維持呢？咁因為呢個就會對於外國投資者嘅長遠經濟利益咧係有個直接嘅影響嘅。佢建議買入受惠內地改革嘅股份，例如係券商股，又估計新經濟板塊股票，尤其係科技股，下半年會有較好嘅表現。香港電訊整合旗下品牌並提高部分月費，最高達到50%。兩個品牌嘅結合咧。香港電訊完成收購 CSL 唔夠2個月，隨即宣布整合旗下品牌，月費計劃會由52個減至27個，整合後部分月費會增加。買機上台嘅月費升幅最高，較香港電訊舊有計劃增加50%，而帶機上台加幅最多係30%。We have never been a price destroyer. We have never been the lowest price. When you do that in business, you look at your cost of supplying service, you could look at what you've put into the service, and then you price it responsibly. 艾維朗話：另外2個品牌新世界傳動網同埋1010分別會針對低端同埋高端用戶，而品牌整合後，新舊客戶都可以同時使用2間公司嘅網絡。香港電訊喺舊年年底宣布收購 CSL。令到本地流動電訊商由5個減少至4個，以客戶人數計，市佔率達到1/3，成為全港最大嘅流動電訊商。無線電視黃志雄報導。港股先升後回軟，成交縮減。大市早段曾經做好，但承接力不足，收報23,540點，跌5點，成交482億。中信泰富係表現最好藍籌，獲大行唱好嘅港交所升3%，創超過1年高位。內地多項鐵路工程即將動工，規模超過3000億人民幣，相關股份有追捧，北車創上市新高。內房股就繼續有支持，綠地香港升超過半成。公開發售認購唔足額嘅國瑞置業收市比招股價高出半成，世紀瑞科就微跌1仙。最活躍港股收市價，港交所升4個6，騰訊升3毫，北車升4毫1，中海油跌8仙，安盛十中國跌4仙。中行跌1仙，中移動升5仙，金沙跌1個2毫半，建行跌2仙，中國海外升3毫半。歐洲股市偏軟，美元匯價日元101.92，英鎊1.7126，澳元0.9365，歐元1.36。港元匯價：美元7.7498，日元7.6031，歐元10.539，英鎊13.2739，瑞士法郎8.6667，加元7.283，澳元7.2569，新西蘭元6.775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0.038。財經消息睇到呢度，多謝收睇。